好久不见。阿爸，請叫我看到哦。阿爸，請叫我看到哦。来，一人一颗，刚采下来的，很甜哦。來，越曬越窄，嘟嘟長摘下來嘅當甜冇。來，越曬越窄，嘟嘟長摘下來嘅當甜冇。真的是家中種橘子，一定會大發利市。真緊係假如前頭減，金運用老膽呢。真緊係假如前頭減，金運用老膽呢。謝謝，請坐。好久沒吃到阿伯家的橘子了，最近很忙吧？是忙哦，請坐。日久冇食到阿爸屋下嘅感冒，安久為冇喊麼？是忙哦，請坐。日久冇食到阿爸屋下嘅感冒，安久為冇喊麼？是啊，謝謝您金口，有我兒子媳婦回來幫忙，人手多也就輕鬆一點。係啊，大幫呢個好經驗，用愛來哦，先橋轉來提手，手腳多咪下輕鬆意思咧。係啊，大幫呢個好經驗。用愛來哦，先橋轉來提手，手腳多咪下輕鬆意思咧。難怪阿伯滿臉笑容，難怪阿爸可以用笑面，難怪阿爸可以用笑面。我想將地賣給兒子，負責地政業務的小姐告訴我，要先過來辦理印鑑證明。我想老土地賣俾我來哦，負責地政業務嘅小姐老我講，我先過來辦理印鑑證明。我想老土地賣俾我來哦，負責地政業務嘅小姐老我講，我先過來辦理印鑑證明。好，請先給我身份證跟印章。好，身份證老人呢先不愛。好，身份證老人呢先不愛。阿伯想申請幾份？要限定申請的用途嗎？阿爸想要申請幾多份？要限定申請嘅用途麼？阿爸想要申請幾多份？要限定申請嘅用途麼？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不用限定啦。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唔是限定啦。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唔是限定啦。好的，那就是要申請2份不限定用途的印鑑證明。好，這就是要申請2份冇限定用途嘅印鑑證明。好，這就是要申請2份冇限定用途嘅印鑑證明。這樣規費是20元。按樣規費要20元。按樣規費要20元。阿伯，請您看一下，這邊印鑑申請人是您。阿爸，請你看一下，這位印鑑申請人係你。阿爸，請你看一下，這位印鑑申請人係你。印鑑證明使用目的是不限定用途，2份。印鑑證明使用目的係冇限定用途嘅2份。印鑑證明使用目的係冇限定用途嘅2份。如果沒有其他問題，請在這裡簽個名。假使冇乜嘅問題，請你遞這篇簽章名。假使冇乜嘅問題，請你遞這篇簽章名。這樣就可以了，印章還給您。按樣就做得嚟，人而萬意。按樣就做得嚟，人而萬意。謝謝。是夢，是夢。不客氣。唔是客氣，唔是客氣。